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风台。中度风台小犬继续向西边行，挖进咱台湾。伊的暴风圈连面就会吸着咱台湾的陆地。伫这方面的东南部沿海会出现5米以上的光影。也若红头树甲绿岛，也有恒春半岛是会出现强阵风。咱同齐来听气象署伫拄则8:40上新的说明。小犬台风目前还是有中度台风7级风，暴风半径还是250公里。它过去移动速度比较慢，早上8点来到了鹅銮鼻东方大约29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预估它的暴风圈即将接触到我们的花东地区即将接触到。而目前发布海上警报区域是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陆上警报区域则是宜兰以南的地区、南投以及新竹以南的地区。在晚一点的时候，澎湖也可能会进入到陆上警报区域之内。未来仍然是以偏西的方向移动，而在星期4的时候，也通过台东南端陆地到巴士海峡的几率最高。今天一直到星期5，依旧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然后今天、明天2天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的明显。而今天在马祖沿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依旧会有长浪的情形。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地区、宜兰地区，还有新北地区以及台北山区、桃园山区会下局部性的大雨，其中在新北的山区以及宜兰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而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说花东的降雨会越来越明显。今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屏东的山区，也可能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之后我们看到的降雨形态，也就是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我们所发布豪雨特报区域会越来越多，所下的雨有些地方像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就可能到达大豪雨以上的等级降雨。这分别是在台风影响这2天情况之下所出现的天气预报，要提醒大家多多的留意。头拄听到是气象署针对风台上新的说明，小犬风台挖进台湾，即马咱海上、陆上风台警报拢已经发布今仔日和明仔载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也若头一个受影响的所在就是花莲甲台东。对站开始，这所在已经全面戒备，不过风台风雨队也未到位，台东的正气路上宽，昨暗未前已经先停电，这是引起点头怨叹。但风雨也未来，警察采沙港水封路。花莲赤高山、60淡山产业道路实施有警性封闭，因为中度风台小犬愈来愈晚，华东地区第一个受影响。不过初3暗，暴风圈就还未吸到陆地，台东的正气路上宽附近发生停电。台风天都还没来就在停电台风天来的话怎么办而且我们这里整条都是商店街大家都是吃的冰箱的东西怎么办？经过台电抢修，暗时9点半左右恢复正常，可能是地下电缆线歹去，互大家惊一个。因为风台要来，台东县除了南势乡、绿岛乡规工停止上班上课，其他地区早起正常上班上课，一到开始停班停课。另外，屏湖县也规工停班停课，屏东县的恒春乡、车城乡、满洲乡、邦山乡、牡丹乡、西雅乡，初4的开始停班停课。周4，也就是4号、5号这段期间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段，风雨都相当的明显。那在我们的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豪雨或是以上等级的降雨，至于在北部、南部还有中部山区的这一带，这段期间也可能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等级的降雨。小犬风台即马行的路线有小可向北边偏，路径的范围也向北边扩大，暴风圈吸到陆地了，风雨的强度会上大。除了华东地区影响上大以外，台中以南甲宜兰地区也要注意。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屏东是首当其冲。目前看起来10月4号到10月5号这2天，整个东半部跟屏东的降雨会持续性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降雨目前评估应该都有机会出现超过这个超大豪雨以上的一个降雨。气象专家讲，小犬风台暴风圈脱离台湾本岛的时间应该是初6透早。因果所落来沙丁人的速度会变慢，就要到初7透早才会规个脱离台湾海峡。记者综合报道。
同齐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这是中度风台小克，目前伫鹅銮鼻东边海面上大约280公里的所在，愈来愈靠近咱台湾。伫靠近咱台湾东南边的时，风雨就会愈来愈明显。同齐来看分图。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会继续落雨。宜兰、新北的山区有局部大水雨，也是大雨。其他的所在下晡开始风雨嘛愈来愈明显。伫基隆北海岸东部、恒春半岛沿海会出现5米悬的海涌，也若红头树绿岛有机会出现8米悬的海涌。气象署有针对各地沿海较宽所在发布强风的特报。东南部这方面有机会出现12级的强阵风，所以民众就要细致。也若今仔日的各地云有较高，所以嘛落雨，高温大约是伫28度至30度左右。咱继续关心台南天狗热的疫情，目前已经超过11000例。固守伫台南防疫的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伊是表示讲，政府会加强摒扫确诊者附近的50公尺的人家厝，政府嘛会分网仔水。老街东西区路边所有土地趴荒，甚至内底有真大窟仔积水，共款的引起天狗嘅继续团，也有空厝内底茶拢烧气，废弃物囤加规世界。北关东西区已经成做台南新的天狗嘅热区。东西区公所指出，因为这是旧社区，有侪空地甲空厝产权真复杂，目前因专门咧搬查，嘛积极协调处主出来摒扫环境。就很快的在1个礼拜之内就安排工程，现在要准备把里面会有疑虑的问题，把它清到零余率就对了，让登革热的相关的担心点完全降到0。防止塌陷的公务的话，我们会积极处理那个，请所有前检来出面来处理另外对那个黄偶巷的那个天沟是门前的天沟的话，也都是那个防疫重点。台南天狗的确诊数表白刷，原本因空东区甲南区拢有较稳定，不过南区、北区、中西区、及安平区这4个区无共颠倒酷增加。有诊所医生指出，天狗来看诊的人平应过加2成，互人点名的4个区域，毛里明伫水沟也严做防治。公所嘛调整做法，伫确诊者附近50公尺的人家分网仔水。上架物件，我会把这物件呢，大家里面拢共同来使用。拢伫水沟边人会摕转因到的水沟就甲挡过。这个台风来，雨季不要再继续，水不要再积，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变数是在这个天气天气如果下雨的话，大概登革热就很难控制下来。医生认为，要甲天狗嘅疫情控制落来，主要也是甲环境摒扫好势较重要。目前政府嘛成立稽查大队，针对各开发案的工地，要加强稽查，要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湾人民共和党的主席林德旺防指控讲，互中国收买，受指示去参选台南市议员，嘛指示因这个党的副主席去参选台北市议员，介入咱台湾的选举，涉嫌要渗透咱台湾的政治。时间已经有10年这么久，检方昨昏依照反渗透法改起诉，嘛建议讲爱判重刑。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今仔日会去立法院报告，也若伊书面的报告昨昏已经先出来呀。有统计对去年7月份到今年6月份，为着要阻挡新台票变薄，政府有落钱，6美金56亿外，大约是新台票1752亿。中央银行强调讲，预期新台票汇率相对稳定，有伊的重要性。来关心联合报。卫福部是预估讲，新冠疫情12月底会达到高峰，到时逐工就会新增加2万的病例。所以，伫10月11开始，有开放全民拢会当去做 XBB 预防针。另外，流感的疫情已经连续6礼拜拢在压悬，顶礼拜急诊门诊类流感的患者去互医生看的已经超过11万人次。估计明年的1月中，流感的疫情会达到高峰。目前公费流感的预防针已经开始注射，也毋过有家长是烦恼讲，囡仔伫学校内底会去注着高端的预防针，所以就不爱互囡仔注。为着要鼓励民众注射，即马台北市也个新北市拢已经宣布讲，伫注射站拢会对外公布预防针的牌子。若学生囡仔无要伫学校注，嘛会使去别位注。
人阵十统统照班排队，台中市开始注射公费流感疫苗。初三早起潭子区嘉福里社区活动中心，上百个长者来注疫苗，希望增加保护力。啊，多人啊，讲爱做就来做，我袂想遐个人。啊，今仔会感觉讲人真多？嘿咩，讲人真多咩？照疾管署的监测资料，今年已经有728个流感重症个案，156个人死亡。疫情豆豆抢悬。不过，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有赛诺菲、国光、东洋甲高端4间抢牌，有一寡家长无想要予囡仔注高端流感疫苗。台中市和新北市初三宣布，管区内各注射单位要公开疫苗抢牌，讲资讯透明公开，让民众有选择权，好好注射疫苗。比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家长若要予囡仔注其他品牌疫苗，会当摕补助疫苗通知单去别个所在公费注射。所有的接种单位必须公开揭示接种的厂牌。换句话说，政府发什么给你，那是那些医疗单位或施打单位他没办法挑。可是今天打什么疫苗必须公布。有4种厂牌嘛，那其实家长也都很多有一些选择的疑虑。我们就是预计就是明日起啊，就是校园流感接种会前一日告知学校接种的厂牌。疾管署无反对地方政府公开疫苗抢牌，讲4间疫苗拢有通过审查，拢是安全过关。我们还是希望民众能够尽早接种疫苗。那如果民众有不喜欢某种疫苗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到其他的一个医疗院所去做相关的一个施打。陈秀伟讲，疫苗政策原则上是先教的疫苗先注射，流感疫苗会当提升保护力3成到8成，有效降低大院甲重症的比例。呼吁民众也是爱量早来注射。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高雄凤山街建国路二段甲经武路口，伫昨暗的水沟啊是传出怪味，消防局有赶去现场处理，环保局嘛去到现场，发现讲这是军方的燃料油管破去啊，所以即马会发军方。收到里长的通报了后，消防局随派人去到现场，伫现场有测到有机气体。环保局是表示讲，经过确认，这是军方的燃料油管漏油，所以已经请中油对源头先关起来。即马嘛依照违反空污法，罚军方上少10万，上侪500万的罚款。今年3月份，关务署有掠到对美国寄来包裹，这个包裹内底是10罐牛奶粉的罐仔，也毋过伫牛奶粉内底却发现安非他命，计共有10公斤，价值上千万。警方继续追查，有掠到2个嫌犯，也毋过主嫌还未掠到。一罐就讲美国品牌牛奶粉，向阳看是单纯的冲泡泥品，也毋过内容物所藏着唔知影的物件。来自美国寄出的一个毒品国际包裹案，那这个国际包裹呢，内装了10罐的奶粉，那实际上里面夹藏了大量的2级毒品安非他命。刑事局接到证据，疑似毒品跨海运送，伫今年3月联合关务署伫海关拿查美国来的科技包裹，结果发现内底10罐牛奶粉，每一罐拢藏有大约1公斤的安非他命，而且外观是米黄色的粉仔，甲牛奶粉一共，无酒店看的白色晶体。警方顺线躯体生销圣诞嫌犯告案。那全案呢，总计起获了10.464公斤的安非他命。那整个呢，专案小组在经过严密的部署之下呢，我们总计查获2名犯嫌到案。那这2名犯嫌最后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那名嫌犯讲，若成功接到这批毒品，会当得到30万的高品奖。以后期计算来看，这批安非他命计销超过1000万，警方可能用来参与新型毒品饮料使用。专案前后，以毒品罪嫌移送侦办。那名嫌犯获法院裁定羁押禁见，那检警也会继续调查，要找出无后主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战超过年半，两国即马是拢正欠兵。俄罗斯即马按算要阁招13万人上战场，而且因阁开大钱去古巴请人去做兵，一个月薪台票是6万块，要请古巴人替俄罗斯上战场。古巴民众亚米德里提昂塞伫5个签约作战的签约金，买新的战车甲冰箱，也有一支医修真久的新手机。¿Y por qué crees que tanta gente han ido para esto? Bueno, amigo, yo le voy a decir que la necesidad obliga. Si aquí no tuviésemos tanta necesidad, yo estoy segura que esos hombres no hicieran eso.
亚米德利49岁翁婿冈萨雷斯，原本是当地砌砖仔工人，为着生活，今年7月19飞去俄国做兵，加入俄国攻打乌克兰的战事。前日，国家将达到20万俄国卢布，大约6万5的代票签约金，全部回转去老厝。路透社记者也确实联络到人伫俄国南部的冈萨雷斯。Lo que todo el que vino para acá sabía lo que venía. Eso sí te lo digo clarito. ¿En qué sentido? En que venían para la guerra, eso lo sabía todo el mundo. 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事拍20个月，陷入严重欠兵源。俄国总统普京宣布10月起会阁征调13万人上战场。俄国透过各种社交加通讯软体，看准古巴人因为无家起、生活困难的弱点，用高薪招募古巴人投入俄俄战争。古巴首都哈瓦那郊区的几个社区，会当讲每4个人都有1个人失业，少年查甫人透过通讯软体招募，真侪人已经飞去俄国参战。Aquí se pasa trabajo, aquí se pasan 25.000 cosas。王迪表示，以所知影的附近社区，自今年6月开始，至少已经900人飞去俄国参战。那这位父亲是伫最后一刻才知影后生准备要飞去俄国作战。Porque nunca me dijo nada, ¿entiendes? Ya, y me enteré cuando le andaba creo que por el aeropuerto llamó y me dijo. 虽然古巴政府强调，古巴法律禁止本国民众替别国作战，这人拢是去互人社集团拐去的，也逮捕17名所谓的人口贩仔。也毋过，俄国驻古巴大使9月底表示，无清楚有偌济古巴民众去俄国参战。俄国政府伫路透社的追问之下，也无愿意回应。公司新闻警员兼编译。为着要对抗中国伫太平洋继续扩大势力。英国、美国即马当地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攻击舰舰。那英国的军火商航太系统和英国政府即马有签代表1500多亿的合约，要投研发上新的军舰。即马甲中国有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因是举办海军的联合军演，美国、英国、日本甲加拿大拢有参加。顶礼拜，中国海军军舰伫南海东部，挖菲律宾的帕拉瓦吉达。也就是中国所讲的温岩岛附近的海域，因甲菲律宾的渔民赶走，地处双方的关系紧张。这嘛造成这礼拜由菲律宾主办的济国海军的演习，时机更加敏感。Fundamentally, exercise Sama-Sama is about enhancing interoperability, foster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ackling non-traditional challenges that transcend our borders. 这个演习拢总有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拢总5只军舰参与。纽西兰、澳洲、法国、甲印尼是派观察员加入。演习的主题包括反潜、航空、甲搜救等等。也若强化印太区域，因应中国扩张的作为。另外一个重点是相关国家水底的战略。第顶礼拜，台湾头一只家己做的舰舰海鲲号公开了后，英国政府嘛伫当地时间7日宣布，已经甲重要的军火商英国航太系统签新代表1560多亿的合约，研发上新一代核动力攻击舰舰，按照2030年代会开始服役。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we've signed contracts worth £4 billion with leading British businesses to drive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st powerful attack submarines ever operated by the Royal Navy. 根据美国、英国、澳洲3国协议，强化西太平洋岛链南平水底战略。第一阶段由美国甲英国先部署核动力舰舰，伫澳洲西边的海域。第二阶段由美国甲现处时上新型的攻击舰舰卖予澳洲。第三阶段由美国甲英国合作澳洲建立自主核动力舰舰研发的能力。也若英国上新型的攻击舰舰，也是澳洲后一代舰舰参考的样本。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也若诺贝尔的生意奖是2个美国籍的科学家卡里科甲魏斯曼同齐得奖。因2个人长期研究 mRNA 的预防射，会当对付严重发炎的镜头，而且嘛因为安尼生产出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射，对全世界贡献真大，所以得到这个奖肯定。诺贝尔生理奖初次公布，由长期投入 mRNA 疫苗研发的匈牙利的美籍科学家卡里科甲美国科学家魏斯曼共同得到殊荣。
kikap Nobel-díjat, mert úgy gondolta, hogy lehet fiam, hogy a te nevedet olvassák be. Mondta akkor, amikor nekem még professzori semmilyen állásom, semmilyen csoportom nem volt, csak ott szorgoskodtam ott a laborban is. Hát. Working together, figuring out how to get it to work, how to get a vaccine to function well, and COVID hit, and the vaccines were recognized for 95% efficacy, which was really a turning point in RNA therapeutics. 卡里科甲威斯曼2005年就发表第一篇的相关论文，不过迄当时无得到许多的关注，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相关研究为疫苗开发拍下基础，互人知影，像莫德纳、辉瑞、BNT 拢是 mRNA 疫苗，不经过修饰，直接注射到体内。它会引发一个很严重的发炎反应。如果将其中的某一个核苷酸做修饰，这样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太会去辨识这一个修饰过后的核苷酸。Messenger RNA 疫苗呢，它未来在做在癌症疫苗上面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被注意的功能，就是它其实能够去活化毒杀型的 T 细胞。两位获奖者也拢是当奖的第5届生医医学奖得主。今年8月来台领奖，卡里科也公告8月毕业伫北基鲁台大的研究员共同发表论文，证明 mRNA 送到人体细胞了后，会当有效产生2倍。At school, we started the mRNA. She told me that, Kati, you have to wear green. 世卫组织也学了 mRNA 疫苗为马拉利亚、艾滋病甲癌症等疾病疫苗研发带来深远的贡献。学者也讲，科研需要几年到数十年才会当看到成果。好佳在科学家拢无放弃，单太辛苦做出来的成果，可拯救无数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美国国会9月30日时有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这是说引起众议院议员不满。共和党和民主党即马联手以216票同意，210票无同意，罢免麦卡锡。这是美国众议院史上头届罢免议长。麦卡锡嘛对外表示，伊袂搁再竞选议长。来关心泰国的万国市中心一间百货公司传出枪击案，伫百货公司内有抓到一个14岁的凶手。这个枪击案有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死者有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缅甸人。来关心巴基斯坦的警方有抓到一个器官的买卖集团，主嫌控指控讲，伊对300多人身上娃娃甲邮寄摕落来卖予好价人。巴基斯坦的政府是表示，上无有3个人因为这款方式互摕器官买全死去。根据报道，这个主嫌是一个医生，因为医疗手续捌互掠过5届，点过10届，伊拢会当互交保。在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并且卖酱业的版主林白好友的这个版主林如虹，因为批评进口卵，讲伊互恐吓。不过即马案情大逆转，伊是自导自演。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表示是真不应该。国民党侯友宜认为违法就要办。也那民众党郭明德即马是继续伫美国走行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咧继续拼连署，要拼独立参选。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继续推出国情愿景，这届的主题是创新经济产业面，讲要互台湾成做经济的大国。不过外界关心面册粉砖林白好友讲互恐吓，说以外变作自导自演。赖清德讲真不应该。不管哪一个政党不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应该做。我希望朝野政党都能够汲取这个事件的教训。司法调查的过程当中，勿忘勿重，有违法就办，没有违法还家清白。民众党讲严厉谴责任何造假行为，支持检警赶紧调查清楚。郭文德嘛继续访问现场，美西时间初二下晡拜会复会研究所，甲斯坦福大学学生座谈交流，主张提高投资高等教育，带动台湾产业的升级。和无名小站创办人甘志午午餐会谈对谈的时阵，讲政治思想的改变，就是放弃做表演的政治。当8年台北市长以后，在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改变，我开始放弃了那一种叫亮点政治。我觉得国家最大的进步是这种持续、那小量的累积的进步。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继续拍拼争取独立参选2024。
到20开始连署，到当还未对外公开连署的数字，搁个传出连署的份数，到当还未到10万份。我跟各位保证，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而且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宣布我们的进度。黄世修讲，虽然还无明确的数字，但会当讲有哪做一定的成功。也若是假台名是安怎，这2天拢无公开行程。伊讲是因为最近党咧研究经济甲民生政策，佫无偌久就会来公布相关的政见。记者综合报道。也若真可能的争议，昨昏伫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在质询的时，有议员是撒卵，当场要求市长陈其迈也个市会官员来做伙食卵，算是涉案。现场陈其迈有问讲这卵来源是倒位，伊讲只要有标示，伊就加食。不满进口卵、混国产卵引起涉案几率，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青沙质询时，批评政府无好好监督涉案。议员陈美嘉现场提出一盒卵是进口甲国产混合的撒卵，伊要求市长陈其迈现场食，市长是错一条，问讲卵是倒位来，敢有符合 CAS 标准？那我可以问一下鸡蛋的来源吗？鸡蛋的来源在高雄市啊，鸡蛋在全联买的，鸡蛋在全联买都有啊。对，进口蛋也是有好的啊，你不要栽赃进口蛋啊。符合 CAS 的标准呢？哎，这个是在超市买的啊。议员嘛将撒卵分互现场每一位官员食，毋若国民党团提出卵的疑虑，民进党团嘛真关心，认为进口卵入来台湾就要明确标示。议员问讲，即马市面上敢有歹去的卵，也是有毒的卵？市长陈其迈表示，目前都无接到相关的消息，强调若是发生伫高雄市，伊一定会严格监督。有没有查到坏掉的或者是有毒的进口的鸡蛋？请市长回答。除了有议员检举之外了哈，应该是没有收到有最近有一些这特定的一个食安的检举的事项。那假如是有，我们的是依法严查。另外，高雄市议会暗算伫10月初3要召开高雄市进口鸡卵稽查专案报告，到时阵请市府团队到议会报告接受质询，严格监督高雄的食安健康。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中秋连假期间，高铁是排假落长，也毋过咱的国道客运载客量却无到6成，真侪路线做袂落去，国不中想要收起来。也毋过若是无火车嘛无高铁，这所在民众安尼交通就真不便。公路局即马是强调讲，万不利真正爱停驶，会用合并路线的办法来运用。前往台北国道客运行站总运站拜日下昼时段人潮较冷清，放出距离也得咧久长，也过有望保护民众无坐相体，选择以国道客运作为交通往来运输工具。从这里到鹿港很方便呢，也对，蛮近的。就相较于高铁，就算5折来讲的话，客运还是比较便宜一点。公路局统计，今年元旦连假到57连假国道客运搭乘量拢无到6成。统计今年1到7月国道客运载客量上佳路线，第一名是新潮总运站到桃机，第二个是塘湖区山加上店埔。搁往南行，台北到屏东载客量也无悬。收到客运总经理李建文讲，国道客运量当袂起疫情进程水准，加上欠驾驶员，票价当起拢互业者食袂消，包括台北到花莲等部分路线，有计5年基本都会停驶。如果这一状况我没有得到缓解，国道客运路线到期不续营会如雨后春笋，不断的会出现。国道客运业者表示，若国道客运问题无改善，未来恐惊会轨道国道化、国道消失去。以台北到台中为例，坐国道客运大约爱260至280，时间大约是2至3点钟。坐台铁自强区爱375块，平均大约2点钟到。高铁是为700到1250块不等，时间上底47分都会当到。就看民众考虑计数，也是以省时间为主。专家认为，若其国道客运票价恐惊有副作用，建议政府出手补贴。如果涨票价的话呢，对旅客的吸引力会下降，所以我建议不要涨票价，但是政府也可以比照我们的交通月票补贴我们的公车跟一般区域客运的补贴的政策。附近有相近的路线的话，我们就会考量去做一个路线的一个整并评估的结果，这条路线确实有需求的话，我们会重新公告，征求新的业者来进行一个经营。公路总局表示，一直拢有资金补贴国道客运业者，未来若真正有部分国道客运路线停驶，会改做代驶方式运行，减少民众坐车不方便。记者综合报道。
大新厝袂歹，也毋过拢会风险讲公共设施的比例伤悬。即马新的建案，公共设施的比例拢是3成起跳，有的甚至超过4成。实际上会当大的变数是减一大地。所以内政部长林佑昌就表示，要改变公共设施甲消防机电设备计算的标准，希望未来新的建案，公共设施的比例会当降到25%至30%。建案外口一现一现的防护网。工人当咧认真赶进度，这是北市北投区当咧起做的全新建案，有见2005年头一季的完工。只是台湾社区的公设比较袂到到30%起跳，亲像车道、楼骹的 KTV 健身房，嘛拢总算在公设内底。内政部推动的虚平改革草案已经定案，主要两大方向，头一项就是要解决停车位管公设的问题。草案好了，然后也展开跟地方政府还有包括业者的沟通，那大家的意见基本上也不多。你可以使用的空间都变大了，可以用比较少的价钱，当然是很乐意了。重点是在房价贵，而不是在公设比例高。以早建商在卖厝，真侪建商会甲车位平数分割买卖。比如一个社区有80个车位，原本一个车位应该是伫12平左右，合计有960平。也毋过建商买卖时是用一个车位来卖，若是车位敢若登记5平，80个车位敢若有400平，原本车位有560平，陆续刷去公设，搁再买卖。地主买厝的民众防绑2元皮，另外嘛要检讨消防机电设备无算入用这个部分。对一般低楼层的这个住宅区来讲啊，通常这一部分用在大部分除了用在消防之外呢，那15%通常还会有一些结余，通常就会被建商拿来作为社区里面的公共娱乐设施。这样的空间呢，以后如果只限你消防设备才可以免计，而没有15%的这种弹性应用的话，纯住宅其他的公设的比例确实可能会降低，变成何时免计容计的话，商业地拿来做住宅使用这一部分，它的公设比反而会再进一步的提升。林佑昌讲，若照内政部的修正案，有个公设比会当合理化，降到25%到30%之间。不过，搁要修正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这部分搁要等行政院政策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的双十国庆，咧唱国歌的时，国军拢会用直升机吊大大把的国旗飞过总统府。另外，伫国庆顶头，三军甲机队的表演嘛真精彩、真整齐。即马因当辛苦在练习，带乡亲来看因排练的过程。整齐脚步对节奏转换队形，国防部示范乐队嘛赶紧练习。这届乐曲是由队员为今年双十特别创作甲编曲。像那三军机队操唱，毋那敢若有同心圆的队形，尤其这个动作用手抓枪喙，是真花近刺刀的动作，是真无简单。那当然，训练中必然会有受伤的状况，那我们也都是努力让它恢复，然后恢复之后继续训练。今年其实整体的发想是以爱国歌曲以及比较自创曲为主，那在整体的编排上面就比较。着重于在军人的本身、果决啊、勇敢、不怕输的这个精神去做发想。甲时间走表，4个握旗手爱赶紧甲国旗放伫直升机油箱国徽正面成90度。坐来负责透锁的人爱注意直升机升起哩，一直甲国旗完全离开涂骹，了后随甲透开，互机面天开，一个手甲完成。地面就回报，那个国旗的旗尾底部未展开。那后来我就因为，这一次的经验，然后我就调整，就是来那个看国旗的那个角度及方式。最大的空速为45里，然后我们使最大的空速啊，我们都经过试风的时候来实施测试过，它可以确保国旗在空中可以凌空的飘扬。要挂大型的国旗，枪在面临包括机面无法度顺利展开，锁也无法度完全解开，还有可能会去低调的顶顶。考验地面甲空中的人员的配合，因若国旗爱安怎指，国军嘛想出甲国徽后壁到旗尾的部分，用乌特的指法，再用卷起来方式收尾，就会当顺利展开。经过2个月训练，吊挂国旗的幕后人员已经准备好势。双十迄天，大家唱国歌的时阵，要互大型的国旗以完美的队形飞过总统府。记者综合报道。
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台北嘅独立册店倒挖有册，这个月要去德国办讲座，嘛要甲当地独立册店互相交流。这届因是专工邀请导演黄信尧来拍影片，而且佮用台语配音来紹介咱台灣各地嘅獨立冊店。現在賣着冊，賣着報紙，賣着袂當大聲講出來一切。民主是台灣的驕傲，多元類型的獨立冊店也是台灣的特色之一。影片內底紹介8間無同的獨立冊店，由黃信堯導演家己配音加攝影。這個底片就號做台灣也是一間獨立冊店，是台北倒挖有冊這間冊店，這個月為着要去德國交流的計劃所做的底片，要甲台灣獨立冊店的特色和民主化過程的歷史脈絡，用底片簡單紹介給外國了解。黃信堯導演講，獨立冊店因為大間攏無同，所以唔才會精彩。台灣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嘛，那就像是我們其實融合了非常多的歷史跟文化，獨立書店也是一樣，它各自發展在各個地方不同的角落，會長出不一樣獨立書店的樣子。倒挖有冊嘅負責人指出，獨立冊店在咱台灣民主化嘅過程扮演真重要嘅角色。無論是戒嚴，還是白色恐怖時期，濟冊店和黨外雜誌社，還是318日頭會運動了後，各地出現嘅公民論壇型嘅獨立冊店，攏互冊店成做知識交流和民主思想嘅重要基地。因認為，佇即馬台灣豆豆受到國際重視嘅時陣，是一個互外國認捌咱嘅好時機。在中國宇宙國安法通過之後，我覺得台灣現在獨立書店或者台灣的書業，在華文圈應該算是最後的一塊民主聖地。雖然說台灣的這個書業真的很慘，可是這邊至少是自由的。倒挖有冊要組成團隊，除了去到德國辦講座，分享台灣的出版業冊店和社會韌性，也要借這個機會聲援北京總編輯復出，嘛互國際了解中國對台灣言論自由和出版業的威脅。記者盧尚如、曾俊佑台北報道。1723年成立的淡水廳，初期是設佇彰化。1733年徙到德參，也就是即賣嘅新德市。今年是淡水廳設佇滿300年，新德市政府專工是規劃以文教做主題來看教育制度，要互大家來回顧德參地區的歷史。康熙年間，王世杰率領親族來到竹街開墾。精彩藝術沙畫講出過去德參城發展歷史。今年是淡水廳設置滿300周年的日子，新德市特別規劃文教發展展覽，除了有老相片以及充滿歷史的文件，各用插曲貼出來德參城。竹塹呀，伊特別就是敢若古蹟袂少啦，古蹟啊，像個正式家廟啦，還有一寡什麼迎曦門啦，啥迄種古蹟啊，嘿啊。很不錯的一個地方，我們新竹傳統與現在都慢慢在兼顧，我是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現象。今年除了是淡水廳300周年，也是開台證書鄭用錫登科證書滿200年，現場嘛展出參鄭氏家族相關的文件。紹介自清代以來科技制度，有展出了像是淡水廳設置啊，然後學宮、明治書院等等的發展啊。此外，還有鄭用錫的他們的跟科舉相關的一些主題。所以我們最特別，當然還是一進門就可以看到的這個竹塹城的模型，因為它其實不只是一個模型的呈現，我們其實還灌注了非常多意念在裡面。我們希望用精準的歷史地圖去搭配比較抽象的建築設計。10月14到15連續2天，各規劃開台證書200年紀念活動，以日景觀課做故事主題，結合古蹟廟宇，讓大家搬考生來了解當初時考生所經歷過科技文化。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也拿白色恐怖是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痛。為着要讓民眾對威權統治這段歷史有更較深的認識，國家人權博物館和文創業者同齊出冊，紹介當年無共族群、無共階層的民眾反抗的行動。咱離白色恐怖時期已經經過數十年，這段歷史留予受難者家屬沉重的傷痛以外，佇濟少年輩心肝內，嘛敢若甲當作台灣近代史的一部分。為着要予少年家了解過去威權時代所發生的壓迫和抵抗，
国家人权博物馆和文创业者出版永远不在这本册，希望台湾的民主永远迈行翻头路，和威权体制继续留在历史当中。希望能够让民众能够更认识、更了解过往的威权体制，还有所谓的百孔，还有转型正义的过程。那转型正义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认知真相，那我们要正义、真相跟赔偿，还有永远就不要再发生。这本册由济长期关心人权议题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因认为，民众来到国家人权博物馆参观白色恐怖主题展览，那会当甲这本展览全书做伙看，会当帮助民众对过去历史的伤痛进行反省和思考，也会当帮助社会落实转型正义。转型正义不是一个历史考究的工作，它不仅仅只是历史考究，它必须要让所有学科都卷动起来，然后让社会大众共同参与。也许我们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太过美好，而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美好是建筑在多少人、多少世代的头脑之上。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回顾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作者希望透过这本册记录历史的教示，让咱面对过去、面对未来，和捌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少年辈，通去思考威权统治所制造的伤痛，了解人权的珍贵。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再甲乡亲，咱来去美国佛州来看这只真出名的蛞蝓，伊无顶喊无顶斗，嘛无片仔，连喙齿拢看现现。兽医就表示，这只4、5岁蛞蝓是母的，有可能是和其他蛞蝓相毒相拍死去，无就是去互准配仔去生着，才会生做这型的。这只目睭金无顶角的蛞蝓，就是最近伫网络登称的细只蛞蝓。Jolene。经过公开号名活动了后，伊即马用号做Jolene。这个名来自多利巴顿的乡村歌剧Jolene。这只蛞蝓顶个月伫福州公园去互发现，当地蛞蝓保护园区决定要甲收留。So if you see an alligator out there, stay away from it. But if you do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please bring i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good people at the FWC. 园区讲，蛞蝓有可能因为动类相加，也是互船的普罗佩拉拍到，顶角才会无去。I think he probably years ago got hit by a propeller on the boat, to be honest with you. 保育人员讲，是顶角的蛞蝓伫野外无法度生存，所以因安排无压力的环境，互少年会当安心生活。另外，伊的古水样嘛完全改变人类对蛞蝓的想法。咱来到印尼，这只也徛袂在的细只犀牛是更较罕见，已经极度濒临灭种的苏文大叶犀牛，才出世无几工。互印尼的保育人员真欢喜，苏文大叶犀牛是地球上上细只、毛上多的犀牛种，身躯为1.5公尺长，重量伫500到960公斤之间。伊的头壳顶有特别的两支角，搁号做双角犀牛。因为人类伤过头的算长，加上生存地消失，目前全世界存无80只。公视新闻曾慧敏编译。再来镜头来日本职业小演团体 DDT 即马有新的出头，因伫新干线要办比赛，比赛时间就是对东京车头出发到名古屋为止。规只车手75个座位，半点钟来全拢卖了了。小演选手原来大声示威，原来向对手冲过去，这看起来真平常的小演比赛举行的场地煞真特殊，是伫新干线车厢内。这比赛是日本职业小演团体 DDT 伫东海道新干线希望区举行，号名叫做新干线职业小演比赛。和规个车厢的75个迷众近距离看选手伫走道顶悬表演。DDT 过去捌伫个条子铁路、千叶都市电车甲小粗铁路这地方铁路办过列车小演活动，啊，毋过伫新干线举行煞是第一摆。即摆表演赛时候，职业小演界之王铃木实对决另外一个选手高木三四郎，因为高木选手捌伫个比赛当中输互铃木，即摆比赛诉求复仇，啊，毋过最后依然输互铃木。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真侪小演选手伫对战的2名选手互换之下出场助力，甚至有选手像魏淑群走出来卖冰淇淋，其实是去抢人客便当食，互比赛过程看起来真趣味，满满的娱乐效果，也互过车厢为起点到终点拢是笑声。
高部因为连续3摆拢输予宁波，搁一摆向宁波下战帖，希望有机会赢拍败宁波。佮表示希望以这摆舞台赢考虑海外，亲像纽约、曼哈顿、新加坡，或者是台湾。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风台小犬的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今日北台湾拢是雨来天，其他所在下晡开始雨嘛愈来愈明显。各地沿海也个较快的所在，爱细日会透强风。今日的高温大约是28度至30度。当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22度至36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